美麗華旅遊踏入北極圈北極光之旅 ENNL09。今次旅程，我哋會乘坐北歐航空前往目的地奧斯陸，機程大約係13個鐘。嚟到挪威嘅首都，第一日去邊度好呢？每一個嚟到奧斯陸嘅遊客都一定會參觀一下維格蘭雕塑公園。大家有冇發現啊？呢度每一個雕像呢，佢哋個樣啊，都係代表住喜怒哀樂唔同嘅表情。喺維格蘭嘅眼中啊，呢一啲肥肥地有翻啲肉地嘅身形，先至係女性完美嘅身段啊嘛。維格蘭以人生必經嘅生老病死、悲歡離合、喜怒哀樂作為公園嘅主題，人生柱更加係佢最著名嘅作品。有300幾年歷史嘅奧斯陸大教堂，入面收藏咗丹麥國王嘅銅像同埋古式管風琴。每逢假日週末，都會有好多人嚟參加聚會。去完教堂，依家就參觀維京船博物館。玩咗成日都係時候返酒店休息一下。今晚入住嘅酒店係 Radisson Blu Hotel。第3日，我哋就會嚟到有北方巴黎之稱嘅 Tromsø 特羅姆瑟。建於1965年嘅北極大教堂啊，係世界上最北嘅教堂，而佢嘅靈感設計呢，就係嚟自北歐雪山嘅特色景觀，更加係當地最具標誌性嘅建築物添。喺北緯69度嘅地方啊，唔好話動物啦，連人啊都會覺得非常之凍啊。咁喺北極圈生活嘅動物，佢哋又係點樣過嘅呢？依家跟我入去了解一下啦。喺呢一個博物館會見到大大小小嘅海獅，唔同嘅海獅啦。睇下嗰條經鼻好 Q 咋。訓練員就話佢哋同一般嘅小動物唔同，唔可以好似貓貓狗狗咁摸佢哋個頭㗎。咁樣依家呢個動作咧，只要我手指一轉咧，睇下呢隻海獅咧就會跟住一齊轉㗎啦。Give me 5 yes。估唔到同海獅都一樣可以咁 friend 㗎，哈哈！佢錫咗我一啖啊！極地博物館咧係講述啦，以前特羅姆瑟嘅人係點樣生活㗎。咁好似呢一邊啦，就展示咗以前嘅人咧，主要咧係捕獵為主㗎。咁樣亦都會咧捕殺一啲白色嘅狐狸咧，攞佢哋嘅毛咧嚟做頸巾㗎。等我入嚟呢一間屋度參觀下先。哇！呢一間木屋咧可以見到咧。設計咧非常之簡陋啦，只係得2張床啦，同埋一個熱嘅煮嘢食嘅爐。以前嘅人咧，一日3餐咧就喺呢一度生活噶啦。今日咧，我哋就嚟到 Reindeer 嘅農場，大家咧就可以坐馴鹿拉車，睇下啱啱就係 Reindeer 啊，騎完翻嚟啊，佢個口啊都索晒氣啊！佢食嗰啲雪啊！等咗咁耐，終於輪到我玩啦！等我坐呢架先。Hello Reindeer。嗨！坐住呢一架拉車咧，大家咧就會入到嚟呢一個樹林啦。入到嚟樹林咧，前邊呢一片咧白色嘅雪景咧，真係好靚啊 ！Walk faster！ We are coming！ 人生可以喺冬天過一個白色假期，四周圍都飄住雪花，真係好難忘啊！唔好開心得咁快住，陣間要玩嘅仲精彩啊！世界上有乜嘢動物啊係有強大嘅氣力、有責任感、服從性之餘，仲要非常之熱情可愛呢？答案呢就係 Husky 雪橇狗啦。Hello， 大家唔好睇小佢哋喎，我哋今日就靠晒佢哋噶啦。雪橇狗生活喺北極嚴寒嘅環境之中，適應力係非常之強，只需要6隻雪橇狗，咁就可以拉喐2個人噶啦。睇下佢哋已經急不及待要出發啦。雖然跑咗3公里嘅路程，但係佢哋一樣面不改容，跑多20公里都一樣冇問題。喺我身後邊嘅呢一架郵輪就犀利啦，被譽為係世界上最美嘅航程，自1893年正式首航。無論係乜嘢天氣、乜嘢季節，都承諾365日為旅客提供服務。沿途仲會見到午夜太陽、冰川峽灣，甚至係北極光嘅美景。一場嚟到挪威，冇理由唔住翻晚噶嘛，跟我嚟啦！
雖然郵輪已經有過百年歷史，但係船上面嘅設施應有盡有，餐廳嘅自助餐仲會有豐富嘅海鮮添。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到挪威北緯71度嘅地方啦，亦都係一個叫做北角嘅地方。咁稍後咧，導遊咧就會帶我哋去參觀㗎啦。上面呢個咁大嘅地球咧，就係世界地球儀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哋身處嘅位置咧，就喺地球嘅北邊嘅頂嘅呢一個位置。今次嚟到北歐最大嘅收穫就係可以睇到北極光啊！搞乜鬼啊！公司唔係諗住今晚要我喺度瞓啊嘛？咁凍嘅天氣喺冰酒店度瞓？不過望下呢一間冰酒店就真係幾靚喎，成間藝術博物館冰雕展咁啊！聽酒店嘅負責人話咧，呢一間冰酒店係中國哈爾濱嘅團隊嚟到呢一度用人手雕琢㗎。等我依家飲埋杯嘢，就帶大家去參觀一下先。呢度有咁多間冰屋，入去邊一間度參觀好咧？不如入呢一間咯。嗱，呢一間咧就係標準嘅雙人房啦。等我試下瞓上去嘅感覺先。都幾舒服啊，冇想象中咁凍。雖然咧酒店房咧長期嘅室內氣温咧都係-5度，但係咧酒店咧會提供足夠嘅御寒衣物俾大家，咁就唔使怕會凍親啦。今晚就喺度瞓翻晚先。除咗頭先嗰啲雙人房之外咧，睇下呢一間有1、2、3、4、5、6個枕頭，6個人一齊孖鋪都幾過癮㗎。平時大家想食3晚海鮮，一定會去魚市場買。但係嚟到挪威，有冇諗過可以出海生擒皇帝蟹呢？乜嘢叫做一手都不能掌握嘅皇帝蟹？大家千祈唔好眨眼啊！真係超大隻啊！為咗今日嘅皇帝蟹餐，我要先下手為強，先將佢放血。然後將蟹蓋同埋蟹腳嘅部分分開，再切除唔食嘅內臟備用。你哋睇唔睇到啊？真係超多蟹膏啊！我依家先知道，去街市買嘅都唔算新鮮，要出海捕捉皇帝蟹，即湯即煮，咁先叫真正嘅新鮮。噔噔噔噔，咁大盤蟹腳真係睇見都流晒口水啊！呢一隻蟹腳咧，攤開咗咧，差唔多有半米咁長啊！咁食之前咧，就要同佢做下 massage 先 ，massage。哇，幾新鮮熱辣！好正。從來未食過咁正嘅皇帝蟹。今餐咧咁豐富嘅皇帝蟹餐咧，幕後功臣就係佢啦。Here's the king crab killers. Yes, hello and welcome. If you want to eat some king crab, just come with me. Yes, welcome to King Killers. 第8日，我哋會喺哥本哈根參觀市內名勝，好似線條優美嘅美人魚像、國會大廈，以及安徒生紀念像等等。第9日，我哋會離開哥本哈根，乘坐大約12個鐘頭飛機返到香港。想同我一樣喺北歐睇北極光，感受白色嘅歡樂假期，就快啲嚟美麗華旅遊報名啦！